讓觀眾對自我身份直接參與戲劇現場，從不猶豫。兒童從不當自己是隱形場後窺探的第三者，而是期望可以參與改變故事發展的人士。無論是專業劇場及校園戲劇，他們參與的情緒都不會有所改變，必須一致，以滿足觀眾的身心靈需要來營運。經過3集短片的介紹，校園如何改編繪本成一出戲呢？我們應該知道起承轉合不單是關乎故事的串聯，而是排練發展過程的步驟。戲劇創作過程也有3層，分別就是從訓練入手激活小演員的五感，到第2層敢於放手，把故事進行加減改變，最後就是流暢而獨特的創作風格。當然，我們也明白兒童劇對兒童有貢獻，必須具備的特質：童真、趣味、幻想、好奇、美感、情緒，當然還有經驗、品德與價值觀。無論對兒童觀眾或參與兒童劇的小演員，都缺一不可。先回顧一下與整合戲劇分段的重要。首先是起舞台表演的開始，引發觀眾興趣的前奏，定調講故事方式的引導，角色與環境的介紹。當然，也是導師運用戲劇遊戲改善小演員表演能力，引發進入戲劇角色情景的訓練階段。承就是承接，繼之前角色與故事的發展。當然，也是排練中小演員尋找角色與空間環境的認知過程，以致扮演中有更真實情感的關鍵時刻。轉就是高潮所在，矛盾與衝突高峰，戲劇舞台改變的爆發位置。轉變的方法不能單從導師的教育角度出發，強加於小朋友身上，而是尊重兒童，以童真及好奇的角度，尋找可改變角色命運的方案。合就是表演與故事的結束，矛盾與困惑被克服，一切回復正常。兒童劇舞台必須具備從作品讓觀眾心中殘留象徵信息，完結不單是大團圓結局，而是殘留在小觀眾心中一顆種子，播種精彩人生。分享戲劇的各種其他重要元素。首先是正角，一般就是戲劇的主角，以行動完成故事任務的核心人物。近年大家會發現，兒童文藝的角色很多時候並非如此正面純良，要主角人物改邪歸正才是主流。正面態度出現的角色反而是反角，就是阻礙主角錯走、泥足深陷的角色。主要角色是否可愛當然是關鍵，但在合情理下改過才是今天吸引的潮流。校園劇場可先從改編這些繪本入手，探索未來校園劇場的新風氣。反角就是故事中阻撓正角行動的對立的人物，過去都是魔頭，而現代又不一定需要是壞人。關鍵是反對行動是否合乎情理，所涉及的矛盾是否為孩子所認識，主要角色性格是否能從劇中因阻撓力量的幫助而得到改善。未來校園戲劇反角的描寫，每每比正角更為關鍵。配角就是協助正角完成任務，襯托正角表現，建立趣味，承先啟後。串聯故事的人物，配角一般都會為劇場提供童真、趣味、幻想、情感、品德作用，同時也可能是主角團隊內的軟肋，又或者是主角團隊的補充。配角很多時候都是貌不驚人，但讓人深刻感動的小人物。團契角色在兒童故事及繪本經常出現，是正角的協力隊伍。部分兒童文藝把正角的任務由多人承擔，建立正角組成的團隊，性格各異，互相配搭，需要合作克服問題。
同時讓不同年齡及不同氣質的觀眾可以個別投入情感。當然，也是校園劇場可以擴大參與人數的機會。矛盾、衝突就是阻撓故事中角色任務完成的事件與力量。衝突就是因矛盾所引發的波動。人與自己、人與別人、人與環境、人與價值、人與大自然的矛盾就是戲劇。問題解決的前後一刻，就成劇場高潮。是否達到情理之中而使人意料之外的效果，就是重點。當然，排練時導師要把矛盾衝突的鋪排交由參演小演員以童真、好奇及品德的角度與能力進行選擇，劇情才能被參與及觀眾小朋友同時所接受。對白就是角色通過對話表達感受、進行溝通、呈現故事。當中獨白就角色通過說話表達內心世界的想法。旁白就是介紹環境與角色，闡述故事的發展情況，進行片段之間的連結。集體朗誦就是通過合唱團方式，共同發出聲音及敘述，表達及加強劇情發展的氣氛與情緒。肢體動作就是通過肢體表達情緒、環境與角色性格，更可通過拼合身體與動作表現物件、空間與環境。道具就屬於角色的物件與裝飾，可以表達角色的身份與性格的東西。服裝、化妝、面具就是角色的穿戴，展示角色的身份、性格、時代。佈景就是呈現故事的空間與情緒空間，讓角色可以在當中生活。燈光、音響主力締造空間、環境與氣氛，更可表達角色情緒。強光對兒童情緒緊張，會帶來壓力，所以校園劇場處理上要小心。戲偶、皮影是角色的替身，使角色更形象化，表達內心的世界。校園舞台形式多樣化，每年更換一下，可為小朋友帶來新鮮感。話劇是通過角色的矛盾、劇情的懸疑引領觀眾投入故事，共同拆解秘密。音樂劇是通過歌曲呈現角色的情緒、環境的氣氛、故事的矛盾。歌詞替代對白或獨白，穿透心靈，引起共鳴。故事劇場以講故事形式，引發及串聯故事發展，穿梭片段，投入角色扮演，引導觀眾投入，推動劇情。史詩劇場是故事劇場的優化版本，運用詩班式合唱與朗誦，串聯角色扮演片段，加強震撼力。讀者劇場則是容易入門的版本，按故事內容進行分工，以教堂詩班模式，看着劇本進行集體朗誦，角色獨白、對白交錯而成。偶戲及皮影劇場可以是運用戲偶、影偶表現話劇、音樂劇，表演者躲在掩體之內操作，有利校園內害羞小朋友參與。當然，也有結合故事劇場，講故事外，片段由戲偶及皮影進行扮演。也可以操控與配音人員分工合作，模仿古代劇場形式，當着觀眾面前現場配音演出。演繹方向與故事藍本選擇，對校園劇場有很大影響。正常結構的故事就是通過起承轉合齊備，而且是小朋友能理解的故事。只要過程中通過戲劇遊戲的定格、一句台詞、魔法照片及內心獨白等技巧，按一般程序、按部就班已經能成功排練。角色獨特的故事扮演有難度，就要多培養演技，對有劇場經驗小朋友組成的表演隊伍更為有利。運用劇場扮演技巧，共同完成場上角色扮演、角色交換、坐針氈等比較艱辛的訓練，
一方面可以協助發掘精英，同時協助小演員建立角色、培養演技。當然亦可以同時由多人扮演相同角色的不同面貌，角色的情緒更有把握及變化，更有感染力。結構不嚴密，戲劇性質不強烈，空隙很多，但有可觀性的事情。其實更可以讓大家有即興表演及發揮的空間。例如一個講述黃河途經省份的劇場，演繹不同的當地文化特色，用儀式性強的舞蹈及形體串聯起來，加上環境與風俗的朗誦，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舞台表現。創新結局是故事結局有開放的空間，可以讓大家發揮創意。導師只要在校園讓小演員進行童話再造、創新結局等技巧的訓練，按照自己的本性，以童真與好奇心進行，就有很好的效果。當然，可以在演出過程讓觀眾直接參與更妙。故事劇場的排練也不困難，運用講故事與角色扮演便可以。導師可以先以故事人身份入戲作示範，再運用故事棒遊戲，逐一指令不同同學進行接龍。最後用並合身體來創造環境與空間，加上旁述默劇作為指令，加強形體動作，就能成功。戲偶、皮影、大木偶的困難地方，就是需要戲偶出現。運用現成戲偶、皮影當然比較容易，華人地區在這方面的供應沒有西方普及，但隨着華人地區的產業發展，這方面將會很快迎刃而解。當然老師學習製作戲偶也是辦法，西方有大量簡易戲偶的教材短片，自學之餘再教授小朋友。最後與大家分享排練過程。第一階段重點以戲劇遊戲、扮演範式及串聯策略，建構學生的表演能力，培養及選拔角色，啟發學生即興扮演功夫，收窄大家能力範圍，擴展大家的表達內容，開始創作故事與角色。接下來的階段就是整理編排，按照學生的表現與成果、校園目標與期望，制定表演方案，整理劇本故事，編排分段大綱，設計片段內容及串聯的方式。最後階段是分段排練及串聯，按老師與小朋友協議的分段，運用創意戲劇技巧，進行即興排練及文字整理，分段完成。串聯就是最後統一風格，尋找獨特的表演情緒與節奏，按照觀眾觀賞吸收時的起承轉合，把戲劇片段與情節串聯一起搬上舞台。加入舞台效果，例如道具、佈景、音響、音樂、服飾、燈光等，只是豐富表演的錦上添花。讓角色與信息深入滲透觀眾，才是核心。校園戲劇的發展中，內容與包裝絕不能本末倒置。技術及服飾彩排就是在實際表演場地進行排練，使學生適應各種舞台效果，讓他們知道流程，減少緊張。但千萬不要過度排練，因為孩子會因為過分熟練而產生厭惡及躲懶。學校戲劇相對於專業劇場有更大難度，因為要讓小演員有發揮空間，培養及教育作用，能自由舒適地表達自己，又能讓觀眾愉悅，可供觀眾欣賞的訊息，就是成全小朋友自己的願望，還要觀眾感同身受，當然不是容易的事。學生參與就是教育，觀眾的收穫就是專業，兩者之間同步與平衡，就是學校戲劇活動的最高境界。我們永恆的追求，而不是我們需要馬上達成的成績。要創意在小朋友中產生，戲劇是好方法，但要通過漫長的嘗試與練習而獲得。
明日藝術教育機構官網中的副網站 Kids Theatre 及機構的明日藝術教育機構的 YouTube 頻道，就有很多資訊，敬請老師及家長使用，為下一代創造精彩而幸福的人生。